哎，叫我去打，这昨天下，叫就去打吗？哦，有没有？叫起来捡对的。但是我出去就给不了枪头哦，丢了说丢了。别死啊，咋下？他别杀他下呀，丢电视面前没得俺说这子，俺女娃子明天说别死多没。没得干啥哎？哦，没得俺说这，等今天还是来做，这股戏都没得。叫下单能说？你等今天没得干说，没得干说是什么的？他我都说，没得干啥说呢？在哪干个？我说就嘛。